5年级的小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的谜语呢是要上这个7到10的解释啊，哈。来，大家来看一下。第7句是啥？大兄坐无正歪哥，大兄哥哥嘛，坐无正就是歪啦，不正就是歪。所以呢，引申的意思就是歪哥。那歪哥在台语啊，它的意思就是贪污或行为不正啊，哈。所以有时候有人会讲说大兄坐无正，你就要知影意思就是讲怎样行为不正或是贪污的意思啦，哈。来，第8句第8句，一人一家代，公马随人猜。一人一家代就是我们这个分家了哈，吵架的时候呢，就会讲这一句说，我跟你分家了哈，我们这个大哥就是管自己的事情，大哥自己拜祖先，二哥也自己拜祖先了哈。不管其他人的事情啦，哈。公妈就是指这个祖先，随人猜的意思就是说自己拜祖先，不是像这个大部分大家庭啊，过年的时候有没有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啊？有这个大伯、二伯、三伯啊，阿姑啊，大家都一起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就是分家了，一人一家代，公马随人猜啦，哈。互不相干的个人自扫门前雪，不管他人的事情了。来第9句，碰风水家太无吧。我们讲这个水鸡之前讲过哈，不是水鸡啦哈。这是台语的字啊，哈，水鸡就是讲这个青蛙了哈。那有人会讲这个细卡啊，细卡啊也是青蛙的意思啊，哈。碰碰水鸡看起来很大只，对不对？太无吧，其实呢是瘦瘦的，只是它因为这个鼓起来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好像很厉害啊，很大只。引申就是说这个吹牛的人没有实力了哈。好，来第10句，算命嘴好锐锐。算命的人啊，为了要赚你的钱，有没有？都讲得天花乱坠了哈。其实就是这个乱说的啦哈，所以就是引申就是满嘴胡说八道。好，这个7到10的解释就是已经讲完了，一样到最后我们还是要从第1句开始念哈。来，囡仔兄囡仔姊，爱开嘴哦，要打开你的嘴巴，张开你的嘴巴，大家做伙讲啦哈。1、2、3，开始。阿公带某家无，趁钱有数，性命爱顾。歪嘴家哥想要食好米，家己嫁到不如家己走。翘脚练喙手，时到时担当，无米食煮番薯汤。大兄坐无正歪哥，一人一家代，公马随人猜。碰水家太无吧，算命嘴好锐锐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谜语护照就上到这里，再会。